作為一位母乳媽媽，每日都要花好多時間泵奶餵奶，所以我就揀咗 B&H Athena 電動奶泵，真正做到解放雙手。佢係一款免提式奶泵，可以一邊泵奶一邊陪伴小朋友，真係慳咗好多時間，而且組裝快速，容易清潔。佢有4種模式同埋吸力選擇，滿足不同需求。仲有智能記憶模式，一開始係按摩模式，2分鐘之後就會自動跳去上一次你最後使用嘅模式同埋檔位，20分鐘自動結束泵奶。奶泵貼心設計，有奶位線照明燈，半夜就可以輕鬆睇到，而且係靜音，咁就唔使怕嘈醒 BB 啦。